36名学生一个穿着装备，撩落去伫水田内面挽菱角。台南官田菱角占全国总产量7成，当地国小配合士农教育课程，伫校园内底开辟菱角水田，予学生近距离来认捌。我感觉足趣味、足好耍的，因为咱都是第一届去挽菱角，即几工头一届挽啊，阮5年的，就是第5年的课程，就是照菱角啊。借这个机会，还提升着咱小朋友的这个食农的这个知识，佮咱的能力，佮咱食农的素养。有人伫水内底找找菱角，有的是坐船来挽，经过一透早的时间，就收集到满满的菱角。学校嘛替学生准备菱角大餐。拄好拄到入冬，伫拄江妈妈的料理之下，要替学生来补冬。永康国小营养师设计进步菜单，有麻油小鸡、素心排骨汤，搭配着青菜，不止食出健康，更食出传统习俗的意涵。一个热补加一个温补这样子，会当甲伊中合起来，可较袂感觉遐尼燥热，然后再加上迄个细色的蔬菜，因为伊的营养成分会比较多。利用台语的课的时阵，互囡仔会当拄了解，就是讲写这节日的用意伫倒位，写咱要补冬，会当讲利用课程内底会当愈适合互囡仔。较体会一下，讲咱进前的一个农业社会一个情况。另外，更透过台语课程，互全校师生了解立冬的由来，同时品尝节气的美食，嘛进一步认识节气的饮食文化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